被袭击了。那黑影的速度很快，力气也贼大，一下子就把我打晕了。我醒来以后，就被纹了个八字眉，我被脱了指甲，被换了个大眼睛，我们以后怎么见人了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吧。所以这次上山，想请大兄弟帮忙调查一下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路人店也不是慈善机构。俺们特意准备了一点辛苦费，为民除害，乃是我们路人店的天职。去吧，皮皮！你个老财迷！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些食物。黑影的事就交给我了。哼，你个小吃货！四不像，帮我把食物存上。大兄弟，你这狗靠谱吗？唉，忙活了这么多天，找了这么多具身体，没有一具配得上本大姨的气质。临走前，只好给他们化了点妆，才勉强像话。有人来了！哦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谁？敢擅闯本大爷的洞府？饕餮！哟，这不是缺心眼的貔貅吗？本大爷的洞府这么隐蔽，你居然能找到？隐蔽。对了，最近有不少动物在森林里被袭击了，反正不会就是你吧？怎么可能？我看起来像那种人吗？怎么看都是你好吧？别瞎说，这些都是我的美妆工具。美妆？这是用来生养的。那这宝妆？什么宝妆？这是喷了！你看，是不是很红润？这些睫毛夹整牙降膜锤，穴位仪修眉刀手敷水，控油补水，还能去体味哟。真的？当然。那我也来点。太好了，真是笨蛋貔貅！等你双眼一封，我就抢了你的身体，恢复我昔日的威严！你也喷点嘛，身上都臭了。我的眼睛！果然就是你干的！哟，这不是四凶之一的饕餮吗？哼，还四凶呢，居然笨到自己吃了自己的身体！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别以为你和你哥……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搅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和你……他刚才说什么？没听清。嘿嘿。有声小剧场。淘淘的眼睛长在以下哪个部位呢？脸部、腋下、臀部。回答错误，正确答案是腋下。饕餮，饕餮常被人用来形容贪食或贪婪的人。据记载，饕餮有手无身，更离奇的是，它的眼睛长在腋下。哎，怪不得淘淘要学画眼妆了。